好多姊妹都偷偷地問過我私密整形呢樣嘢。其實私密整形咧有分兩 part 嘅，一個就係收緊啦，另一個就係外觀。今日就會同你哋拆解下究竟乜嘢人適合做陰唇整形。首先陰唇整形咧有好多人都係為咗外觀啦，好睇啲同埋靚啲。咁乜嘢人係有生理需求係要去做嘅呢？首先乜嘢係小陰唇肥大呢？正常嚟講，如果超過2cm 或者比起大陰唇更加大嘅話，就屬於肥大。醫學上分為輕度突出、中度突出或者嚴重下垂。但係呢度要留意下，唔一定係大就一定要做嘅。有啲人咧係已經去到要影響日常生活啦，咁就要去做啦。第一就好似踩單車或者着緊身褲呢啲活動都會覺得痛，有啲嚴重嘅甚至乎坐或者行路都會唔舒服。第二，因為皺摺多啦，同埋通風差，好容易會藏咗啲污糟嘢喺入邊，令到反覆感染或者發炎，甚至乎可能會有味道添。第三點，心理負擔，好多人就覺得我做呢個手術係咪因為我有問題先去做呢？其實完全唔需要，無論你係為咗想變靚啲定係心理需求，都係因為你自己想去做嘅啫，完全唔需要有壓力。因為女仔做呢個手術就好似男仔割包皮一樣。我自己點解會去做呢個手術呢？就係因為我嗰陣時做抽脂啦，順便諗住有得靚咪靚埋咯，試下去做啫。不得不說，做完之後呢，其實真係方便咗好多。好多人問過我呢，做完呢個手術會唔會影響屙尿？係一啲都唔會嘅。如果你哋想知道個過程啦同埋恢復係點樣嘅話呢，可以留意下一期。如果你哋多人問嘅話，我先拍。拜拜。